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2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传出政府要以环保的名义，对道教伫咧点香、烧金纸等等进行严格管制，结果演变成为外团的消灭香火。嘛，互这宫庙打算串联23号要上总统府进香抗议。对此，市长赖清德紧急甲信母庙等大庙沟通，表达宗教受到宪法的保障，政府无可能的消灭香火的立场。因为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就是台湾寺庙金兰会发起单位，嘛是呼吁政府重新检讨管制庙方点香，甚至串联将总统府进香的提案单位。不过，在市长赖清德亲自关心说明，并无所谓白香，而是宣导之下，加上片面被有心人士操作。所以，上午赖市长、议长赖美惠伫甲圣母庙主委王明义沟通以后，紧急召开记者会澄清，嘛正式对外强调，绝对无封路卖香的政策。很多的庙宇恐怕是误会啊，因为这个事情，蔡英文总统还有环保署李署长啊，这个都已经公开澄清啊，就绝对没有所谓的媚香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礼仪啊，就是天主教望弥撒，基督教做礼拜，那这个佛教呢诵经礼佛，那我们道教就是焚香拜拜啊。这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礼仪，而且他们的礼仪呢都受到宪法的保障，所以是不可能啊，任何人有办法去媚香、媚道教这个事情啊，所以我看起来这完全是误会。啊，总统已经澄清，那环保署署长已经澄清，那么他们环保署目前在推动的只是希望就是因为也看到台湾很多的庙宇包括这个龙山寺他们也减炉减香他们的金子也没有再焚烧了。那另外呢，这个文殊宫台北的文殊宫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也是没有焚这个金纸。他们也自己庙宇自己决定不再设香炉，那这个都属于宗教自由的部分所以政府不会去强行要求你不可以烧香，也不可以这个烧金纸，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接获到政府这一条的公文的下的指令，所以大家误会了。那我想宗教是安定民心的，我们期待。不要受到谣言的煽动扰乱了我们的民心所以根本就无禁咱大家夜香，嘛无讲叫咱大家唔通烧金劝咱大家炮爱安全的放安尼利益希望咱的民众大家了解唔能够再受到谣言的这个煽动。台湾寺庙金兰会所有会员，我嘛有甲因通知，总统有回应，咱爱等。人昨昏人总统做明确，已经有交代着咱的迄个内政部来开着记者会来澄清，政府咱的政府一定无甲咱灭香、灭金、灭炮，拢无这是一个谣言我希望咱全国善心大德，尤其是这个寺庙，咱要理性来处理工作。根据了解，目前台湾道教人口占宗教总人数的70%，不管是大细庙会放炮或者是金纸、香片等使用，拢相当可观。所以政府以环保加污染的名义，在这波管制风波当中，如何做好沟通协调，将是一大考验。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对着最近中央政府将要灭香封路的谣传。副议长郭信良日前接受平面媒体访问的时阵，曾经表达，伊为着要捍卫宗教的自由，将无少拼命，提出蔡政府爱好好处理。对此，议会民进党团下午召开记者会，反驳灭香封路的谣传，同时要求郭信良毋通阁继续散布无实在谣言。
伫咧会后，郭信良也做出回应，透过报道，咱即马做回来了解。议会民进党团针对中央内向封路的谣传，下晡召开记者会发表澄清，表示地方政府也是各地公庙，并无收到相关公文，而且总统府全部指定单位已经出面澄清，认为中央到地方应该团结一致，党内无应该有人继续散播谣言。伫这个时机点，对着咱这个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这个100%。绝对是尊重宗教自由，嘛希望改善着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的这个做法。咱规个为中央到地方的执政团队，应该是团结一致，来甲咱的这个政策来向人民、向相关的宗教团体来讲个清楚、说清楚、讲明白，争取着上大的这个人民的了解甲支持吼，毋是讲背道而驰来这个散播谣言串联这个团体，甚至要来这个炮打中央哦。我们民进党的郭副议长，您这样的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推波助澜，反而无中生有。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何居心。我们的郭信良副议长应该要去了解全盘党的政策，亦或是中央的政策。如果他有误解，或是他听到了地方的舆情，也应该如实向党中央来反映，或者是向中央政府来做一个反应，是否属实。我们党中央一再三声的武令，希望我们从政同志能够为中央的政策能够充分的了解，能够适时的辩护，适时的反映舆情，凡事求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灭香封炉这样子的标题，对于这一次的误解何其的沉重。被民进党团质疑借此散播谣言来炮打中央的副议长郭信良，在记者会后也做出回应，表示伊也支持中央减香加团的理念，而不是灭香。因为现在上重要的目标，应该放伫要安怎降低宗教团体23号到总统府抗议的冲突甲伤害。从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一个月前呢接到这个讯息，就一直向中央反映，中央也置之不理没有下文7月23上凯德格兰大道，不是1天2天的问题，是1、2个月前已经筹设了，一直向上面反映，没有回应公开场所讲过那么多次，也没有积极受到回应。今天到7月17号，立法院的公听会开了以后，直到星期三，中常委小英总统震怒了，要求各部会首长和各县市首长来说明。有反应了包括今天市长也出来澄清了是减香不是灭炉议会同仁也出来了也都支持减香不是灭炉，这个很好和我们原来所有全国的宗教信仰的信徒目标是一致的那这样是非常好，有这样得到正面，包括部会首长，包括小英总统，包括市长，包括议员都出来支持，目标和我一样是减香不是灭炉来澄清，这个很好。那我们现在所要的目标是要针对7月23号上总统府的这个事情，要如何来化解，尽量降低这个冲突，将这个中央的意识充分让他们了解，减少7月23号的伤害，这才是重点面对民进党团质疑，副议长郭信良背后是不是为了政治利益来牺牲总统蔡英文？郭信良表示，伊家己一个人的能力并无这么大，伊只是成为民意代表来替人民向中央发出呼吁。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替代夜男除了帮公部门处理文件以外，嘛当伫咧社区内贡献因的专长。亲像有4位进驻伫咧新化的替代夜男，因为看到大木匠文化园区周边夜间照明不足，所以提出用装置艺术要来改善周边光度想法。运用大溪里所出产的竹来作为材料，并邀请社区的民众加入设计团队。20号因举行点灯仪式发表成果。
这是为替代亚南伫进驻新化以后，新闻用2个月的时间进行社区资源调查，提出电量新化计划，并运用大坑里出生的竹仔为材料，伫竹仔顶面挖空雕刻，然后伫内底放 LED 灯，营造出大白港限定的烛光森林，并且伫新高顶即天特别举行甲白点灯仪式。民政局长陈宗彦也伫活动当中肯定因为新化付出。塑造替代役行到尽，全台南市咱已经有15个区、23个计划，咱进行主是即执行的，也佫有9个区、9个计划。咱已经甲即个亚政署争取即个塑造替代役来投入区里的社区营造的工作，已经进行3档活。咱这3档活来，甲咱台南市有法度做。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其他21个县市也佫无法度学啊！这是咱上骄傲的一项。大家毋通看起来像足简单，但是咱做遐久，嘛真侪县市来甲咱学呢、看呢、登去，他们讲伊要做也真困难。但是咱安尼一路按第一个案3档活前，咱按深化第一案行到尽，咱已经有15个区、23个计划。进行主事，也佫有9个区、9个计划，33位的亚人，是各区即服务吼。所以咱这足无简单。为大白港广场开始到武德殿后壁的草坪，一直延伸到大白港故事馆，这个造型的艺术顶，不但让这个所在加较光，而且也充满着艺术氛围，成为新化翕相散步的新景点。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后壁区公所甲大圆柏百货公司持续合作，协助销售咱市后壁区的各种农特产品，不只互农民的收益明显增加4成外，即马更进一步推出精彩的礼物店，就此要来邀请大家拢来后壁区观光。现场除了有3档来记录后壁积水的一张一张得奖相片，要推荐予更较侪市民知影。卖当互大外关切民众怀念故乡的水以外，也佫有60年代农村的风果等特色农产品，希望伫百货大力协助之下，会当同时行销后壁的深度旅游。会中后壁区长嘛专程到场为活动宣传，邀请大家拢来参观。透过在圆柏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重要的热闹地点来行销农村的一个农村体验活动。那这次是因为我们有连续办理3年的后壁之美摄影展，那希望说借由摄影展的作品能够行销我们的后壁相关的产业活动跟我们的休闲观光活动，来带动整个后壁的一个产业发展。那我们特别感谢远东百货公司一直对后壁这个农村的一个照顾跟帮忙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后壁的一个能见度。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呢能够尽量希望踊跃来到这个地方除了逛百货公司，也来好好欣赏我们后壁之美。当然，为了吸引更较侪人来参观，区长表示，只要到现场翕相、拍卡到大湾东百货粉丝团，并且分享，也有机会抽到后壁的冠军米、马克杯等这在地特色礼物。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今年度中秋月饼礼盒仔市场大战，提前到暑假就来开战。其中在地知名的饭店就推出4款造型无同款、充满济卡士甲府城特色的中秋送礼选择。其中有正方形的马卡龙，充满了厚厚的法国特色风味。即马就咱抢先来看。在地知名饭店拍破传统中秋月饼礼盒仔的做法甲包装。一口气推出4款无同款造型、无同款内容，也包藏着无同款卡士的月饼礼盒仔，要来挑战消费者对月饼的刻板印象。台南精英酒店今年在中秋有推出4款不同的中秋礼盒，那其中包括了这个月曜5福，我们是跟在地的一些伴手礼合作，包括像有就来发的麻烙，然后有正礼核心的蜜饯跟良食草堂的花生砖，那搭配上最经典的2个广式月饼跟一个经典的乌龙茶叶罐，那给客人一个不同的选择。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另外的，就是像这个月落荷糖，它里面是有8颗我们发极甜点主厨手工特制的凤梨酥，圆形的凤梨酥饼皮吃起来非常的酥脆，跟一般在外面吃起来的口感不太一样。那另外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经典款月饼南城月，里面有6颗经典的广式月饼，那盒子饼盒的设计是来自于书院的元素，然后里面有放一些台南的经典元素在里面。那其中压轴今年很特别，我们还有推出这一款叫做老男人。所谓老男人是有一些传承，然后台南的意味在里面。里面是有我们的发极甜点主厨，他来自他故乡的一个叫做诺曼底马卡龙的元素放在里面，让我们做成了一个4四方形的方形马卡龙，那这个也是很值得推荐民众来品尝一下。有2种组合，一个是9入装，一个是15入装，那送礼都非常的适合。无论是经典当年受欢迎的月饼款式南城月，或者是运用在地往来，佮加上法国风情的诺曼底马卡龙，也是结合着济府城在地特色点心的综合版本。精英酒店所推出的这4款特色礼盒仔，内底满满惊喜，就是要等着消费者去品尝、去发掘。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年是第30档，剧团为着要纪念这30周年，特别将过去演过戏剧海报甲剧场的相片拢陈列出来，伫咧水社艺术工坊来展出。要甲所有在地乡亲分享这一路行来的点点滴滴。用海报搭满了规片的白墙啊，这一出一出的戏剧，全部拢是台南人剧团伫咧过去30档的时间当中所演过的经典戏剧。每一场拢充满了台南人剧团的回忆甲故事。现场有过去所使用过的舞台服装。甚至是因伫咧排演进前新设计的舞台概念模型，全部拢保存了相当良好，也深具纪念意义。团长除了讲了济台南人剧团的历史故事，伊也表示，目前剧团主要就是以台北创作、台南推广这2个主题方向去进行。那段时间就发展出所谓的西方经典台语翻译，就是把那个哈姆雷。那个马克白这些戏用台语来演出，非常的合，因为这些戏也是他们的古语，他们古语里面要做这些剧本，也是都要写砍调啦、押韵啦、押韵这个台，这个台说其实台语比国语较侪音嘛，台语有8个音，伊有咱七里啊啦，传统来都有做这些音韵的登来登去跟他们西方的其实更接近，所以我们西方经典台语翻译就做得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因为我剧团就是我比较资深嘛，我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资源，或者我现在拥有的资源比较多，所以我希望我在台南是提供更多的协助，让新的团队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可以去做创作。那台北呢，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台北还是做一个主创作。欢庆台南人剧团30周年，济珍贵的历史相片甲剧团文物，即日起到8月6号，拢会伫水社艺术工坊来展出。
因也希望会当借由一寡过往的文物，互更侪人来熟悉剧团、了解剧团，更欢迎有表演兴趣的民众做伙来体验参与。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南以美食甲古城景点上界有名，想要来到台南佚佗，即马阁有更加利便的方式。新兴的 BBW 串联脚踏车、公车甲步行，伫咧每一个知名景点行动拢真简单。脚踏车随借随处地当行，坐公车用 APP 一查，马上地当连接。不只是当地民众，对观光客来讲更加方便。到台南怎么玩最方便？这里是台南市保安转运站，今天要教大家用 BBW 漫游台南。BBW 大家听到应该都一头雾水，其实这是3种交通工具的缩写 ：bus 公车、T-bike 脚踏车和 walk 步行。想要在台南一日深度游览古迹景点以及独特巷弄文化，用这种方便又便宜的 BBW 最适合。我们效法捷运转乘的精神，将原来服务于台南县的79条公路客运，转并为绿、蓝、棕、橘、黄、红等6大干线，搭配74条支线以及市区公车等等。目前台南市总共有109条的公共运输的公车来做服务。此外，我们在设施以及设备上面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新建了这个9大转运站、候车亭以及非常多的智慧型站牌。那其他在汰旧换新公车上面也汰换了130辆，整体公共运输服务品质比起县市合并前有非常大的进步。现在就带您实际体验看看，从保安站到奇美博物馆骑 T-bike 只要花不到10分钟。沿路风景让人看得心旷神怡，阳光洒在身上，好舒服。到了景点后，简单还车就可以四处走走喽。就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可以带小朋友来户外外面玩，空气还不错这样。那骑车呢？小朋友喜欢吗？他们蛮喜欢的，因为就这边好像有给小朋友租借的那种脚踏车，啊，就还蛮方便。其他地方比较少嘛，所以可以带他们来这边骑脚踏车运动这样。接着想到赤坎楼，用大台南公车 APP 一查，轻轻松松就可以搭公车抵达。一下车就有 T-bike 可以租借，想到哪儿逛逛就到哪儿。我们连脚踏车都不用买了，因为台南已经设了很多的点，让我们民众可以租借，快速又方便，骑到哪借到哪，还到哪。对。假日从这边到安平花15分钟，有可能吗？假日的时候人超多的那个火车站出来的话都冷，那你加上就是到安平的话有红绿灯，还有汽车的话加起来至少也要30分钟至45分钟吧。台南先进运输系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南市的先进运输系统优先路网，包括绿线以及蓝线，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定，纳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我们希望能够在114年上线服务，提供给市民更优质的公共运输服务。先进运输系统完成后，来台南轻旅行的交通选择将变成 BBMW，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到台南玩透透，不用再烦恼地点距离的问题，用 BBW 也能深度体验府城之美。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28度至33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7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